台中市刑警大隊一個33歲副隊長，日前才帶隊破一件投資詐騙案。結果講，昨開車到新竹找朋友食飯，涉嫌啉酒開車，被當地警方抓落來，當場是拒絕酒測。台中市警察局接到消息了後，馬上處分，甲調離開主管職。講恐驚後續，閣會記一支的大告。當被害人投資數百萬欲獲利了結，卻發現無法出金，才驚覺落入假投資陷阱。對鏡頭受訪問，說明當時辦案的經過。台中縣大這一位33歲姓王的副隊長，前日昨晚才帶團隊抓到投資詐騙案，成功抓到3位嫌犯。新聞到這晚說，因為涉嫌酒駕拒絕酒測，前途黑有去。姓王的副隊長19號暗時下班了後，特別上班去新竹找伊在同事食飯，食飯飽涉嫌酒駕駛轉到台中，落去新竹縣警察調查，伊當場拒絕酒測，消息傳到到台中市警察局，市刑台嘛隨做處分。原本是2科2的副隊長，即馬直接去調離主管職，上少並推一支大個以上的處分。因拒測遭舉發並待保管車輛，後續調查將依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，從重嚴懲。根據知情警察講，這一位副隊長平常時辦案做工課認真，33歲就已經升考2科2，最近因為隊長休假，佮代理隊長的職務，進度大家攏情況好。分局搜證並報警新竹地檢署指揮偵辦。這位姓王的副隊長過去其實就佇咧新竹做工課，捌佇咧花山分局做偵查隊長，2年前才調到了台中，先降調擔任偵查員，後尾才閣升交代事故處理組的警務人員，直到去年9月才閣升台中縣大擔任偵查第4隊的副隊長。是毋到升官，先無到1年就叫野了，實嫌酒駕拒絕酒測，互家己的警察界生涯路斷斷去。